干什么呀？我只是你的笔墨诗书，我又不是你的嫔妃。你别口是心非了。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朕有多想你啊？朕就不相信，你的心里一点都不想朕。我，放开我！怎么了？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都是朕帮你清理伤口的，而且还口对口的为你渡药。别再说了。微臣参见皇上。进来吧。皇上，一环脚受了伤，还是容臣先为他治伤吧。行，你先给他看看脚伤吧。怎么样？这伤要紧吗？伤得很严重，必须剜掉坏死的腐肉，才能治伤。啊，那不疼死了！早知道受这份罪，我还不如让那顺天府尹把我宰了算了。你胡说什么呢？你当时在山西救朕的时候，那股不惧生死、不畏一切的英雄气概去哪儿了？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英雄，我只是不忍心看你死而已。行了，我这没什么事儿了，你们先下去吧。是。朱哥哥，朱哥哥，我们节后重逢，你为何看上去那么不开心啊？小平内服，大平外敷。我是欠了你钱了，还是偷了你的米了？这脸臭的跟死鱼烂虾似的。世淑姑娘好生歇着吧，下官告退了。哎呀，怎么了？脚疼。活该，谁让你逞能？真的特别疼。你是脚疼，我是心疼。真正心疼你那个人，是我。朱哥哥，你看，你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哎，说好了，刚才我一个劲儿的跟你说话，是你不理我的。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着急啊？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可你呢，居然愿意为了康熙这个狗皇帝，舍弃自己的性命。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因为他是我的龙小弟，我们是结拜兄弟，他有难我肯定要去帮的。如果他换作是你，我也一定会不惜性命去救你的。原来，在你心里，他已经跟我一样重要了。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兵戎相见，你会帮谁？我自然还是会帮你的，朱哥哥。也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还有多少是真的。但就算你说的是假的，只要你还愿意撒谎哄我开心，我也把它当成是真的。欢梅，你记住了，不许再为康熙以身设险了，因为他如果没有你，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大清皇帝，还有他的3宫6院72妃。而如果我没有你，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了。朱哥哥，你没有了我，你还有光复大明的大业啊！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可你却是我的命。如果没有你，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李太医，公公有什么吩咐吗？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怎么？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奕欢，你心里不好受啊？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吗？这不是我想要的。奕欢年少单纯，对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我担心的。你把奕欢拉进宫里来，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可是没想到，皇上对奕欢动了真心，所以你的心里不是滋味。是我大意了，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唉，看到你们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我也很是不安呐，但我又无可奈何。我知道你跟你爹一直想要光复大明，我劝不了你，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就连我这条老命，恐怕到最后都得给搭上。我劝你赶紧把奕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我年纪大了，受不了惊吓啦。什么？你和奕欢要撤出宫去？康熙跟奕欢的情形，你一直看在眼里。我不能把奕欢留在宫里了。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那你们就先撤走吧。这寻找铜匣和查出明珠谷内奸的任务，就交给我吧。眼下宫里的局势如此复杂，把你一个人留在宫里，太危险了。有你这份担心就足够了。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对不起，倾城，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大师兄，你别这么说。如果任由小师妹留在宫里和康熙继续发展的话，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对奕欢和我们著名联盟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趁他现在对康熙的心思才刚刚开始，赶紧把他撤走吧。谢谢你，倾城。只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为我着想。但是，我却无以为报。大师兄，你的平安和幸福，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我不走，我还想继续留在宫里。为什么？难道你对康熙动了真心，舍不得离开他了？我哪有啊！昨天在御书房，康熙情不自禁地抱了你，你没有拒绝。我，欢梅，以前你对男女之事或许很懵懂，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吗？你最近对康熙的感情悄悄发生了变化。朱哥哥，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我不能再把你留在紫禁城了，你马上跟我走。可是铜匣子还没有找到呢，而且潜伏在明珠谷鳌拜的内奸也没找到呢。倾城说了，找铜匣跟查内奸的任务，他会去做。那留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宫里，多危险啊！说来说去，你还是舍不得康熙，是不是？这里就像一个大金笼子，我不可能在这待一辈子的，早晚都会撤的。但是走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啊？龙小弟说了，那个刘德昭已经奉旨进京了，难道你不想看一看他就地伏法、大快人心的下场吗？再说了，咱们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得跟我爹汇报一下呀？问问他的意见。没准在这段时间里，铜匣子也找到了，内奸也找到了，到时候咱们可以跟雪姐姐一起撤了。现在留雪姐姐一个人在这儿，多不道义啊，对吧？虽然我知道这些理由不过是你找的借口，但我还是不忍心拒绝你。欢梅，那你答应我，等刘德昭伏法以后，马上跟我走。我就知道朱哥哥对我最好了。你呀，就知道欺负我心软，不许再跟康熙那么近了。他要是再对你动手动脚，你得巧妙地回绝他，
不能让他再占你的便宜。我知道了。真的，特别好笑，太好笑了。是说不好啊？后来呢？后来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后来那个刘德昭啊，吓得都不敢说话了，这身子就跟弹琵琶似的，一直都还真是有趣。真可惜，我没能当场看看他的丑态。哎呀，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他那个丑态，你都不知道当时啊一股恶臭。结果你猜怎么着？吓得那厮尿裤子了！哎呦，臭的我呀！龙小弟赶紧叫人把他给拖走了。真是没想到，那个刘德昭当初在山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原来这么脓包啊！可不嘛，你都不知道，被拖出去的时候，那厮吓得都不敢说话了，那眼睛是往上翻的，然后吐着白沫，就这样，基本就这样子。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皇上吉祥，皇上吉祥。臣参见皇上。哎，不必多礼。这个永乐斋啊，是紫禁城里边最自由、最轻松，也是最开心的地方，大家随意就好了。一欢的一欢，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朕每次一见到你，一见到你的笑容，听到你的笑声，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心里充满了阳光。龙小弟，你可是堂堂的皇上，你怎么能许别人听壁角呢？朕还用得着听壁角啊？你这个声音啊，隔着院墙都能听得见。这么看来，你这脚是不疼了？脚是不疼了呀，不过走起路来还是会一瘸一拐的，特别不好看。哇，你也注意起走路的姿态了。你以前走路的时候，那可是风风火火、连蹦带跳，没一个样子的。哪有？皇上，再过几日，便是陈王母的忌日了。臣想带着臣妹去京郊永福寺为王母祈福上香，还望皇上恩准。康熙已将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交由刑部审理，此二人一定会被处以极刑，也算是大快人心了。欢妹，你现在可以跟我一块撤走了吧？我爹过2天回京城，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以后，咱们商量一下再决定。义父说过，明珠谷以外的一切行动交给我来决定。可是，怎么，你又变卦了？不是，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要撤出紫禁城，如果撤不好的话，康熙肯定会怀疑的，到时候侦查起来，雪姐姐怎么办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樊师妹和叶师弟已经随吴应琪的车队进京了，到时候我们借王母的忌日要到了，一起去京郊的永福寺为她上香祈福。然后我会安排一帮人，扮作是石青红的手下，将我们劫走。如此一来，我们既可以顺理成章的消失，还可以嫁祸给吴三桂，挑起他跟康熙的矛盾。哦，好吧。好，朕准了。到时候啊，朕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在永福寺给令堂做一场追奠。多谢皇上，臣母能享此哀荣，是臣兄妹天大的荣光。你先别急着谢朕，朕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差事要交给你去办，不知你是否愿意？臣愿听凭皇上差遣。这个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虽已交由刑部审理了，但是朕明白，这朝中的大小官员中，不知还有多少刘德昭和甘国泰。朕想让你和索额图做钦差，组织一帮有能力的官吏，暗中清查其他官员，看是否还有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冒领功勋，以此作为整顿吏治的开端。皇上，这恐怕……怎么，你不肯？你要是有什么顾虑，就尽管说出来，朕替你解决。微臣不敢，只是臣乃小小的太医，恐难当此大任。这个整顿吏治啊，必定会得罪一大批官员，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八旗权贵，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索额图虽然能力强，但他毕竟是满臣，肯定会因为种种情面不便下手，所以
朕想破格任命你为钦差，把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国家路洞全部给揪出来，明正典刑。太好了，朱哥哥，这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李爱卿，朕思前想后，这满朝文武，只有你最能堪此重任。第一，你没有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背景干净；第二，你文武双全，办事能力强，而且还不怕有人买凶暗杀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贪图荣华富贵，心中藏着天下百姓，肯为他们牺牲。建清，你可愿意？哎，朱哥哥，你就答应龙小弟吧。这件事不光为了龙小弟一个人，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呢。你想，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刘德昭和甘国泰的恶行了，可是天下还有多少甘国泰和刘德昭呢？还有多少老百姓正在承受他们的欺凌？你忍心不管吗？微臣遵旨。太好了，我就知道朱哥哥不会让我失望的。大师兄，如此一来，你和小师妹要撤出紫禁城的计划，怕是要推迟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我不想让奕欢失望，更不想错过这个为天下老百姓除害的机会。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帮康熙整顿吏治，肯定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就算你最后千辛万苦做成了，也是替康熙做嫁衣。到头来，老百姓感激的只会是康熙，不会是你。我想好了，我会借此机会，在清廷当中掀起一番大的波浪，挑起朝中各大权贵对康熙的不满。如此一来，老百姓既得了利，又能激起康熙跟群臣的内斗，引发他们的内乱。还是大师兄思虑周详。说实话，我心里也很纠结。如果我跟奕欢撤走，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宫里，完成寻找铜匣跟查找内奸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也太自私了。大师兄，我知道你心里装着我们每一个人，你希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对得起我们所有人。可是这样的话，你会很累的。就像这一次你决定留下来，那小师妹和康熙又会继续朝夕相处，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若奕欢能像你这样了解我，在乎我的感受，那就好了。叶师弟，来。我知道你为什么想留在京城。对不起啊，大师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和奕欢从小就定了亲，我又是大明的太子，朱明联盟的核心，于公于私，你都没办法跟我抢奕欢，所以你只能把你对他的感情埋在心里，以致一语成疾。大师兄，你放心，这只是我的一个心病。等将来有一天，你和奕欢成了亲，有了孩子，我也许慢慢就放下了，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我相信。其实你比我还大1岁呢，只不过因为我的身份特殊，所以师父们让你们尊称我一声大师兄。我相信你比我更知道分寸。大师兄，在我的心里，兄弟之情一定比儿女私情更重。
但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既然是兄弟，就应该无话不谈。我在山西照顾小师妹的那几天里，小师妹昏迷的时候，嘴里面一直喊着“朱哥哥，朱哥哥”，还有龙小弟，龙小弟。他自然是挂念我的。至于那个康熙，不过是随口叫几声吧。可是那天晚上，我照顾他一晚上，亲耳听见他只叫了7声“周哥哥”，但是却叫了76声“龙小弟”。大师兄，你要是继续把一欢留在康熙身边，那他的心早晚有一天可就不是你的了。你还是赶紧把他撤回来。我撤不了，童夏还没有找到，鳌拜埋伏在明珠谷的内奸，也没有查出来。如果一欢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有什么意义啊？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可你却是我的命，如果没有了你，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要是你，我才不要这万里江山呢！我就想牵着小师妹的手，找一个像明珠谷一样的世外桃源。我天天变着法子的想怎么给她做好吃的，生一堆孩子，逍遥快活，一生岂不美满？叶师弟，我如果是你，我也宁愿不要江山要美人。但是，我姓朱，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我不可以。大师兄，若是小师妹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又有何意义啊？你们都退下吧。是。来，快坐下。小师妹，你有没有去看大师兄啊？他人都瘦了，还变得沉默了。呀，最近他一直在忙着跟索额图查那些贪官污吏，我都好多天没见到他了。他不来见你，你就不去见见他呀？我倒是最近在夜里悄悄地见了他，他人瘦了，都忧郁了。是吗？那是我疏忽了。我一直觉得朱哥哥成熟稳重，无所不能，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他也会很好的照顾自己。你呀，不是疏忽了，是你的心不在他身上罢了。现在你的心思都在你的龙小弟身上，
忘了你的猪哥哥了吧？没有，学姐姐，我心里是有猪哥哥的。我知道你心里有猪哥哥，只是猪哥哥和龙小弟的位子不一样，对不对？虽然你不敢承认，也不敢说出口，但是你的心思啊，我最了解。虽然你从小和大师兄定了亲，可在你的心里一直把他当成哥哥看待，没有男女之情。我说的对吗？您来了，掌柜的，这具肝火明目的药材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全在后院。要不您自己去看看？好嘞。请。学姐姐，其实我之前一直不明白我对猪哥哥到底是什么感情，我是最近才想清楚的。学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爱一个人，就一定会想要独占他，而你从小就知道我很喜欢大师兄，可你从来不吃醋，还没心没肺的跟我做姐妹，所以我就知道你对大师兄的感情和我对大师兄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咱们俩换个位子，你明知道我和大师兄从小定了亲，却还那么喜欢他，那我一定会很生气啊，就像大师兄会生叶师弟的气一样。学姐姐，这些话我从来不敢跟别人说，我跟你说完，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啊。咱们俩姐妹的私房话，当然要保密，都是咱们的小秘密。其实我是喜欢猪哥哥的，但是就像你说的，我对他的喜欢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从小对我特别好，宠着我，就算天塌下来他也能帮我扛着，让我特别有安全感。但是猪哥哥一心想着光复大明，对我跟他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就跟我爹似的，让我觉得特别没趣。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可是从小爹跟各位师长就一直告诉我，我呢是猪哥哥的未婚妻，是将来大明的太子妃。这个称呼就好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责任似的。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感觉，我不敢说，我又不敢反对，直到我遇上了龙小弟。虽然他是皇上，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会觉得特别畏惧，可大部分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都会觉得特别开心。他是皇上，但是他有的时候很可怜，我心里想保护他，想照顾他，想对他好。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不对，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住。其实我也一样，我明知道不应该喜欢大师兄，不该对他好，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学姐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情之一字，最是无解。我也同样苦恼，同样不知该如何是好。